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要找一个霜降时节才会出现的味道——红糟。因此，我到了新竹湖口来拜访这位红糟鸭达人周玉泉。红糟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洗米，然后过来就蒸饭，蒸好之后我们就等它冷却。那接着我就把这个红曲把它撒进去，撒进去之后嘞，10斤米要1斤的红曲，然后再加上米酒那这做红曲的3个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看到红曲泡在米酒里面，红色散开来。看这手就直接来搅拌。好，来试一下。其实这个酒味其实算是蛮重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就要入缸了。这个搅拌过程真是酒气冲天啊！还没吃到红糟鸭，我已经先醉了。不过，红糟这个具有健康概念的食材，将红曲发酵取代防腐剂，以增进风味与香气。这正是代表客家的朴实滋味。哇，好鲜艳哦！是的，味道怎么样？会不会呛鼻？不会不会。它这是发酵的红糟虾，温度要控制好，大概在28度左右。像我们如果太冷，冬天要帮它盖棉被。因为太冷它不会发酵，它的活菌它不会动。这就是以前我们客家人拜拜的3牲，鸡、鸭、猪。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熟的泡进去里面。客家人比较节俭，就是因为他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所剩下的3牲肉类，他不会一次把它吃完，他就是留着等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他就一定有所谓的桌心菜，桌子正中央的那个菜，我们客家人称为桌心菜，就是那盘肉类，那就一定会有一盘肉请客人吃。好香哦，好香有淡淡的那个酒香味，还有那个红菊，还蛮入味的。是的，我这边再特别为你介绍这一个红糟蛋。坐月子期间就煮麻油鸡，经状况没那么好的，家里有母鸡生蛋、鸭子生蛋，就把它煮熟来去腌制。哇，客家人真的很厉害耶，就是用最小的成本，然后去做出最大的价值。是的，有红有酒有年味，有肉有酒香，更有浓浓的人情味。